会庭餐费每一个人400块，请向各小组长报名缴费。报名到今仔日截止，详细行程参看这个周报的第6页。第3月29，礼拜三暗时7点至9点，伫台南圣教会举办台湾征战得胜复兴祈祷会。当日线顶祈祷会改做参加即摆的聚会，敬邀兄弟参加，同心为台湾复兴祈祷。第4，对4月份4月初5起，礼拜三暗时祈祷会将恢复做实体的聚会，敬邀兄弟一同来建造祈祷的殿。第5，教会顶半年度查经班将伫4月11开始上课。撒维传道主日出埃及记，每礼拜2暗时8点。廖牧师主日圣经人物系列，每礼拜三上午9点半，拢伫教会3楼采实体上课，敬邀兄弟踊跃参加，伫上帝话语中体验伊的信息甲引带。第6，4月初9，国华节主日将举行洗礼式，愿意接受洗礼的，请向牧师报名。已经报名的有吴义祥。第7，4月22，礼拜69点半到下晡3点半，南部教区将举办主日2教师成长课程，讲员是左义顺牧师，内容主日2圣经课程设计，正向对话。话语的力量，地点伫本教会5楼，免费。敬邀儿童主日老师、同工以及愿意关心儿童事工的兄弟参加，请向梦存传道报名。报名到4月初9截止。补充报告。来，亲爱兄弟吼，这个第7点的部分吼，周玉顺牧师吼是一个对着咱这个儿童教育非常用心的一个牧师。那么呢，伫当中呢，伊也有甲咱提供吼，这个其中的一个课程吼，这个正向对话这个部分吼是咱会当三甲做的牧师也鼓励各位来参加啦吼。所以请咱遮个对着做遮个儿女，咱做父母的会当。甲伊个囡仔同齐做伙来学习这个对话，所以这是一个真好的课程，所以也鼓励咱现入的这爸爸妈妈、阿公阿嬷唔知，同辈我唔知，现入的卸任的阿公阿嬷就暂时唔免啦，就是爸爸妈妈真正鼓励大家人会当三甲做伙来参加。了另外一个部分这本册这是。全国祈祷网络所出版的册，这个金上韵律甲灵的伴奏。这本册牧师甲各位推荐过去的时阵一本是150块，但是其实应该讲初版的时阵就要出150块啦，但是买手的时阵经过一寡人祈祷甲协调的时阵尾也落来加100块。伊内底所写就是但以理书内底有一个金上。迄个金上到底意思是啥物？那这本册内底呢有真好的说明，是牧师看过非常好的一本册。这本是100块，嘛是支持这个全国祈祷网络的事工。所以若是散会了的时阵，咱伫迄个招待处的所在，则请各位踊跃来购买。多谢各位，谢谢。好，咱甲时间来邀请交敬拜团，谢谢。哈利路亚！咱的上帝是配得感谢，互咱敬拜、甲阿乐的上帝。会知影的时阵，我就想讲，昨就无闲，等来早就来准备心。结果7点40的时阵，门已经开啊！我咱比我早，
吼，结果是阮素娥姐，伊讲我迄房车若坐无着，我着搁迟到，啊无得袂得来吼。啊结果咧，搁一个人，互拢闭伫内面，我惊死我。然后狱中讲，下次会坐伫你面前，你看见你的变百姓，兄弟姊妹，准备心来到你面前，阮的心何等的欢喜！我相信上帝阿爸爸，你嘛是有这款的心来看待、好看待你的正经里耶和华的心，耶和华的心。邀请我们弟兄姐妹从座位上来站立。耶和华的心是赐福的意念，一生一世他的应用恩典为你冠冕。耶和华的心是赐福的意念，一生一世他的应许是爱永不改变。当你遇苦难，他渴望与你共承担，在战中他要更新你，是够用恩典。忧伤与愁烦，他渴望与你来舒缓，但愿你心中交托，寻求他容颜。耶和华的心是慈爱的意念，一生一世我要赞美，信靠到永远。耶和华的心是平安的意念，一生一世他的义用恩典为你冠冕。耶和华的心是赐福的意念，一生一世他的应许慈爱永不改变。当你遇苦难，他渴望与你共承担，试探中他要更新你，是够用恩典。忧伤与愁烦，他渴望为你来舒缓，唯愿你全心交托，寻求他容颜。耶和华的心是慈爱的意念，一生一世我要赞美，信靠。我们同声来祷告。是的，神啊，我们要早早起来，保得你的慈爱。哦，主啊，我们早早醒的时候，得见你的容面，看见你微笑着帮助我们的时候，我们的心何等的甘甜。主啊，我们早早的来称起，早早巴得你的主爱，来看见耶和华的心是赐平安的心，看见耶和华的意念是赐主爱的心甲意念。哈利路亚！我在你面前有何等的稳当，给我们一个稳妥的心，因为知道不论在哪里，耶和华你的灵随时的同行，在我们内在的灵引领我们一生一世。因此，我要欢喜，我要快乐，我要在你的殿中敬拜、赞美你。谢谢你的悦纳。耶和华的心是平安的意念，一生一世他的义用恩典为你冠冕。耶和华的心是赐福的意念，一生一世要以应许，慈爱永不改变。当你遇苦难，试探中他要更新你，是够用恩典。忧
要寻求他容颜。耶和华的心是慈爱的意念，一生一世我要赞美你，靠到永远。当你遇苦难，他渴望与你共承担，中他要更新你，时刻有满点。忧伤的愁烦，他渴望为你来舒缓，为愿你前行交托，寻求他容颜。耶和华的心是慈爱的意念，一生一世我要赞美，是靠到永远。耶和华的心是慈爱的意念，一生一世我要赞美，依靠到永远。哈利路亚，神谢谢你，主，我们信靠你，我们军队里。我是天属要主，你问给何情，几乎你也相应，为安我心。我问主，我需要你，希天我常要你，我主有你所恩惠。我来求你，我心天属要主，靠你眼睛，我为那来祈祷，放我的心。我问主，我需要你，心天我需要你。我主求你所恩惠，我来求你，我心天属要主，天空，你那个我听去，必定安乐。我问主，我需要你，希天我需要你，我主求你所恩惠，我来求你，我心天属要主，望你常在，行转不归言问，永系主爱。我问主，我需要你，心天我需要你，我主求你所恩惠，我来求你。我问主，我需要你，心天我需要你，我主求你所恩惠，我来求你。望主，我问主，我需要你，心天我需要你，我主求你所恩惠，我来求你。咱来就君主，咱来就君主的时阵，就是伊行到倒位，咱就对到对，好，阿门。军队耶稣，我军队我救主，无论行何路，行到回望渺小，千水上到处所。有主耶稣引带我军队已到底。进了军队的高喊的冠冕旗，军队。
滚地享受在我王滚地主，滚地滚地，我王滚地耶稣，无论好中主错我滚地，滚地滚地，我王滚地耶稣，无论地享受在我王滚地主，滚地滚地，我王滚地耶稣，无论享受我王滚地主。哈利路亚！神啊，我们要跟随你。这首歌我们用华语来唱，这是我们的决定，要跟随，如同刚才所说的跟随，咱继续要跟对。原这款较短短的歌，会当真做咱日常内面常常会当吟唱，会当记会掉的歌，我已经决定，我已经决定，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永不回头，永不回头，对无人同行，我也要跟随，虽无人同行，我也要跟随，虽无人同行，我也要跟随，永不回头，永不回头，世界在背后，世界在前头，世界在背后，世界在前头，世界在背后，世界在前头，永不回头，永不回头，若去我所有，人要主耶稣，失去我所有，人要主耶稣，失去我所有，人要主耶稣，我跟随主，我跟随主。哈利路亚！圣经跟他讲，引向灭亡那路是宽的，引向永生那路是窄的。所以环境、世界的危险、引诱，咱要甲咱带，咱拼行这条正路，咱得爱斟酌这代志。世界的变化总是要把我们带离神。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应当警醒在这世上，并且要跟自己说：我要跟随主。哈利路亚！这是我的决定。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永不回头，永不回头。虽无人同行，我也要跟随；虽无人同行，我也要跟随；虽无人同行，我也要跟随，永不回头。哈利路亚，永不回头。世界在背后，世界在前头，世界在背后，世界在前头，世界在背后，世界在前头，永不回头。
来祷告，主啊，你说那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天国。神啊，帮助我们的心，不要一面跨在世界，一边又跨在以为可以得救的路上。但是上帝，你要给我的是专心，你要给我们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尽力来听主我的上帝。所以无迄个一半一半的，你爱给我们专心在你面前。一直到阮会当宣告，伫这个苦难的日子经过了后，阮就得到迄个得胜的运福。感谢上帝，阮的决定，愿你来下立，愿你保守阮的心，互阮会当真正行到面对你迄一日，永远无回头，永远无回头。这是阮要伫你面前，搁再一摆经历的代志。失去我所有，仍要主耶稣。失去我所有，仍要主耶稣。失去我所有，哈利路亚！我还有主耶稣，哈利路亚！跟随，我跟随主，我跟随主，失去我所有，仍要主耶稣，失去我所有，仍要主耶稣。失去我所有，仍要主耶稣。我跟随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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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随主。大声宣告说：我跟随主。主耶和华，阮感谢你，你拣选了阮，你予阮来到伫你的殿中自执敬拜，因为伫遮，阮每一个兄弟姊妹，阮是愿意决定阮的心志，要来跟对你。主啊，阮的心来到伫你的面前讲，主啊，你是阮的主，你是阮的牧者，你引带阮往头前来行。虽然伫头前，可能有真济阮想袂到的困难，虽然伫阮的背后，可能有足济阮所欣赏、愿望、想要得到的物件，但是主你讲，是你的十字架，你引带阮头前的道路。主啊，愿阮的心倒来到伫你面前，阮愿望会当搁较济超出上帝你的心意，求你愿愿来启示。求你永远来显明，上帝你的疼痛，上帝你的恩赐，你的恩典，教也愿用。主啊，愿阮来心就来到伫你面前讲，主啊，阮决定一生要来跟对你，阮就将阮的心完全交托予你，求你就将你济济恩典，教也愿用的恩典来赏赐予阮，予阮专心来超出你的时阵，阮就对你得到对你所来永远的愿望，永远的疼痛。主啊，阮是你所疼痛的儿女，愿阮的心就搁较济来降服，来敬拜你，来学乐你，来荣光上帝你的名。愿感谢祈祷恳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感谢主。啊，这请坐。那么，咱用主祷文来祈祷。愿你天灵的父，愿你的名圣，愿你的国临到，愿你的旨意得成伫地灵，亲像伫天灵。阮的历史今仔日赏赐予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得带阮入着去，着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到代代无尽。
阿门。请坐。继续，咱来启用上帝的话。启用了后，咱三个来读。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耶和华的使者伫敬畏伊的人四围安营，得救因。投靠伊的人有福了。耶和华的圣名啊，恁着敬畏伊。少壮师还搁咧捡食饮药。有啥物人喜爱存活，爱无长岁寿，得享美福。爱乐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对赶。耶和华救赎伊仆人的灵魂。阿门。感谢上帝恩典满满，咱继续请少伟传道来证道。各位兄弟平安。感谢上帝恩典听堂，引带咱同齐组织做伙来敬拜上帝。这时，请咱同齐来掀开今仔日咱所要来分享的经文，咱会当掀开周报第4面，也是咱有查圣经，咱会当来掀开咱所查来圣经。今仔日所要分享的经文记载伫旧约圣经撒母耳记上第16章的经文。撒母耳记上第16章14节到23节。那见到这段经文，请咱的同心做伙来上读，请。耶和华的灵离开扫罗，有魔鬼对耶和华遐来扰乱伊。扫罗的仆人讲，现在有恶魔对上帝遐来扰乱你。我的主会当吩咐面前的臣仆，找一个会晓弹琴的来，等对上帝遐来的恶魔临到你身上的时阵，互伊会当右手弹琴，你就好了。扫罗对臣仆讲：你会当为我找一个会晓弹琴的，带到我这里来。其中有一个少年人讲。我捌看见伯利恒人亚西的一个囝会晓弹琴，是大有勇敢的战士，讲话合宜，容貌俊美。耶和华也甲伊同在。对安尼，扫罗差遣使者去见亚西，讲：请你差派你各样的囝代笔到我这里来。亚西就甲几个饼，甲一批底仔的酒。并一只山羊羔，拢开伫犁仔顶，交予伊的囝大笔，送到扫罗。大笔到扫罗遐，就徛伫扫罗的面前。扫罗真喜爱伊，伊就做了扫罗摕兵器的人。扫罗差派人去见亚西，讲：求你用大笔徛立伫我的面前。因为伊伫我的面前蒙了恩，对上帝遐的恶魔临到扫罗身上的时阵，大笔就弹琴，就用手来弹，扫罗就疏创起来，恶魔就离开伊了。阿免。圣经读到这，咱搁一摆咱同心来祈祷。听从阮的主，阮感谢你。因为你的灵甲阮同在，主啊，当阮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成做阮活命的救主，
是上帝你的灵伫阮的活命当中感动阮，互阮有即个愿意的心来超找你。主啊，求你的灵，就一直保护伫阮活命当中，伫阮的心灵当中，互阮的全心全灵会当得到你的保护。虽然有真济对外口对来的遮个魔鬼的试探甲引诱，但是阮知影有你的保护，阮就无惊吓。主啊，求你甲阮同在，引带阮，互阮会当对扫罗、对大卫因的活命当中看见上帝是怎样拣选人，你怎样互阮伫因的活命当中明白上帝你的法则，互阮会当照样跟对你来行。求你亲自引带阮下面的时间，阮感谢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今仔日咱所要分享的经文的主题是上帝的拣选甲人的责任。上帝的拣选甲人的责任，伫这段经文当中，甲咱讲到是上帝有拣选什么人呢？上帝有拣选扫罗，上帝有拣选大卫。因两个拢是上帝所拣选的人，但是因的活命当中，面对无同款的代志的时阵，因怎样来回应上帝？这是阮今仔日所要分享的。伫分享经文进前，我要甲各位来分享一个人。这个人呢是过去呢2礼拜伫台湾有举办迄个棒球比赛。伫棒球比赛当中呢，就有这个人呢就真出名嘿。这个人叫做张育成嘿。张育成这个人呢，伫台湾这个棒球队当中，伊就伫这届比赛当中，伊就讲了真好，所以就真侪人就拢真学乐伊。但是呢，其实伫伊要参加这场比赛进前呢，其实伊原本伊是无想要参加这个比赛。伫今年年初的时阵，其实伊本来伊是伫伊的网络，伫伊的 IG 顶面，伊就来发布说讲其实伊今年无想要参加这个比赛。但是呢，当伊无想要参加这个比赛，伊公布出来了后呢，就真济伫台湾真热心的这球迷啦，伊就伫当中就开始骂伊啦。开始讲伊拢顾家己啊，拢无为国家来效力啦，所以就敢若想着家己尔啦。其实张育成呢，伊为虾米伊一定爱讲这个比赛呢？其实伊原本伊因为伊是国家的选手，但是呢，伊爱去美国遐来讲棒球，所以呢，伊就无想要做兵啦。伊无想要做兵，伊若无想要做兵就是伊就是爱。参加一个叫做申请一个叫做补充役的，补充役就是敢若会做12天的兵安尼尔。后来呢，伊就唔免做兵，但是这个条件呢，就是当伊申请开始5年的时间，这5年的时间，若是国家有需要你转来参加比赛，你就必须要转来参加比赛。所以其实这段时间阁是伊受国家来管理的时间，所以呢，伊若无想要转来参加比赛的时阵伊球迷就讲伊做讲伊做逃兵啦，就是伊就是本来是爱做兵的，但是伊无想要做啦，就叫做逃兵啦。所以因为安尼，其实伫伊的活命当中，心灵伫伊的心内面，伊承受真济压力。后来伊决定转来参加比赛了，伊讲了真好，呢，球迷就开始讲就开始升级啊啦，对逃兵一开始转来参加就变成二兵啊，二兵就是一个军阶上下骹层的这个二兵，后来就一直升起哩叫做一兵啦，升起哩叫少将啦、上将啦，后来变做国防部长啦，就一直升起哩。伫当中，咱所看见的就是当伊转来的时阵，我要甲各位来分享这个代志，是因为是因为我要分享的就是，当国家互伊有这个权利，会当免做兵，但是伊就有条件爱来帮助伊的国家。
伊就有条件，当国家需要伊的时阵，伊就爱回来，这是伊的责任。所以国家互伊有即个权柄，互伊有即个特别的权利，会当来免做兵。但是安那？但是伊就有责任，用伊的能力，用伊的文字，用伊国家互伊的即个特别的权柄，会当转来帮助伊的国家。这就是咱今仔日所讲的，上帝的拣选甲人的责任。当上帝拣选咱，就互咱有特别的权利，互咱有特别的能力。但是安那？但是咱爱有责任，爱来服侍上帝。咱爱有责任，当上帝爱咱做啥物代志的时阵，咱爱顺喊伊的号调来做。这是咱今仔日所要分享的代志。我阁继续甲各位分享，这是张玉成伊伫 IG 顶面，当一开始，大家人咧骂伊的时阵，伊就伫当中分享一句话。这句话伊讲啊，伊讲求上帝按手伫每一个人的心上。伊嘛是一个基督徒啦，伊会当叫伊做玉成兄啦。求上帝按手伫每一个人的心上。啊，总有一天啊那，每一个人一定会为我来拍破啊！我感觉伫伊的画面当中，其实伊面对球迷遐来遮个批评的时阵，伊是真有一个EQ 的人，伊会晓来回应遮个球迷。伊讲啊，伊讲上帝疼每一个人，上帝疼每一个人。后来当即届比赛结束了后呢，伊当媒体记者来访问伊的时阵，伊讲即句话，我感觉伊是真有 EQ 的即个人。伊讲安那，伊讲真感谢遮个球迷对我一开始拒绝参加即个比赛的时阵，因一直咧关心我啦。遮个球迷一直咧关心我，啊，互我会当转来到伫即个球队，真正感谢遮个球迷 push， 就是感谢球迷一直来杀我，互我会当向进步，较会有即个表现。所以真感谢遮个球迷。我感觉伊是即个真高 EQ 的即个回应，会当感觉讲，其实伫伊的画面当中，伊真知影讲，伊要怎样用伊的文字，用伊的能力，会当来回应即个呼召，会当人帮赞为伊所付出的即个国家。所以今仔日咱所分享的经文记载着大卫甲扫罗，嘛同款，因两个人。因拢是上帝所拣选做以色列王的一个人，但是呢，因的人生有无共款的发展。今仔日所分享的经文记载伫16章的第1节呢，我先解说今仔日经文的头前发生啥物代志。头前就是发生当即个扫罗呢，啊那伊虽然伊受上帝拣选。伊对上帝遐得到遮个能力，会当来做王。伊的征战会当得胜，但是呢，伊无做到上帝吩咐伊所爱做的代志。所以，伫后来呢，上帝对一开始第16章第1节开始，上帝就对撒母耳讲：我亚去扫罗做以色列的王，我亚去扫罗做以色列的王。所以，伫当中上帝就开始对撒母耳讲：你爱去为另外找一个人，我已经拣选另外一个人，就是伯利恒人亚西的囝。伫伊的正囝年当中，有一个我要拣选伊来做王。为什么扫罗为什么上帝离开了扫罗？为什么上帝无搁再拣选扫罗呢？伫今仔日的经文当中。咱所读的经文继续有甲咱讲，14节当中甲咱讲，耶和华的灵离开扫罗，有魔鬼对耶和华遐里来扰乱伊。哦，是安那？为什么魔鬼会对耶和华来呢？为什么这个魔鬼会对耶和华来呢？这个魔鬼呢，佮伫迄个时阵翻译应该是叫做邪灵。就是讲，嘛是一个灵对上帝遐里来，
但是这个灵安那，这个魔鬼来扰乱扫罗，其实这个描述，互咱知影，这毋是讲上帝差派魔鬼来，这个意思是，当魔鬼来扰乱扫罗的时阵，这是上帝允准的。上帝允准魔鬼来扰乱扫罗，因为安那，因为上帝的灵离开伊。这个扰乱呢，是一个伫迄个时，迄个希伯来文当中是一个进行式啦，是一个持续的动作，就是讲，其实毋是迄摆尔，是一直安那，一直魔鬼一直来扰乱扫罗。对安尼，咱会当来思考。扫罗为虾米面对魔鬼的扰乱，上帝无出手来帮助伊？其实就是因为安那，因为耶和华的灵已经离开扫罗啊。扫罗伫遮面对的代志，是因为安那，因为上帝的灵离开扫罗，所以当魔鬼来扰乱伊的时阵，上帝无帮伊来抵挡遮的魔鬼。其实毋是干那扫罗尔，每一个人，魔鬼拢有可能会来扰乱阮，会来扰乱咱每一个人，每一个基督徒。但是安那，但是若是咱内面有上帝的灵，伫咱的活命当中，上帝会帮助咱来抵挡遮的魔鬼。但是经文当中特别甲咱讲，是上帝的灵离开扫罗，所以咱就爱来思考这件代志，为什么会发生这个代志？扫罗伊嘛捌。是上帝所竞选，要来做以色列人的君王，也是带领以色列人会当征战得胜的这个君王，是上帝所使用的仆人。但是呢，扫罗伫伊一开始做王的时阵，其实伊嘛靠着上帝赐予伊的能力，伊赢过真侪挑战。但是当伊做王了后呢，伊干那安那？伊开始看重伊家己，看重伊家己的王位啊，伊的权力，伊的地位，看重伊的王位，搁较赢过上帝的吩咐。我就举一个例来讲，就亲像第13章当中，当扫罗伫战场当中，伊要来甲即个非利士人来征战的时阵，原本撒母耳甲伊讲好。当我来的时阵，我来献祭，后来就会当开始征战。但是呢，扫罗伫当中，伊就照撒母耳所定的日期等了7天，但是安那撒母耳还未来，伊就安那，伊就开始惊。为什么惊？因为安那，因为百姓已经开始离开扫罗去啊。所以扫罗伫当中，伊惊的代志是安那，伊是惊军队伊的人开始离开啊。伊感觉讲，伊的地位开始安那，感觉有危险嘛？感觉讲，那原本遮的人拢是军队我的，但是安那，但是即个时阵，因开始离开，伊就开始想讲，我要来做一寡代志，所以伊就安那，伊就叫边仔的人来吩咐遮的小祭甲平安祭，伊就会当伫当中来，伊就对。撒母耳讲，当撒母耳来的时阵，伊就对伊讲：恐惊我无祈祷耶和华，非利士人就落到吉甲来攻击我，我就勉强献上这个小祭。伊是勉强献上这个小祭，毋是因为讲伊是君王袂当献祭，毋是安尼，是因为安那，是因为伊干那顾伊家己，干那顾伊家己的王位，干那想讲。若是百姓一直离开，安尼我搁献祭敢有路用呢？所以伊就安那，伊就开始大声，伊就先献祭，想讲安那，我献祭就是求上帝来帮助我献祭就是求上帝来甲我同在，我就会当征战，会当得胜。但是其实伊将即个顺序颠倒去啊，所以咱会当来思考上帝对咱的拣选。伊无等到撒母耳来到，伊就献祭，是因为伊看重伊家己，看重伊家己，搁较赢过上帝的吩咐。安尼，咱就爱来想看卖，对咱家己来讲，咱受拣选，咱对上帝遐领受，咱即马所有的权柄甲能力，
是为着要做啥物代志。毋是因为上帝，毋是爱上帝帮助咱去做咱想要做的代志，是咱爱照上帝心意来成就上帝的计划。上帝拣选咱，毋是讲上帝就爱做咱的仆人。咱需要上帝的时阵，咱就呼叫上帝，讲上帝啊，求你来哦，求你来帮助我哦。无啦，毋是安尼。上帝拣选咱，是爱咱会当照上帝的心意来成就上帝的计划。这是同款的道理。咱平常时的祈祷，敢有可能嘛会落入到这个试探当中？就是咱敢若会想要求家己的利益。啥物叫做求家己的利益呢？就是安那，咱祈祷上帝讲：上帝啊，求你互我工作顺利，会当趁大钱；求你互我读册头好，会当考第一名。求这拢真好啦。但是咱若是只有祈祷安那，咱家己无有甲上帝同工，无有甲圣灵同工。这种祈祷叫做安那？叫做妄求啦。就是伫雅各书当中讲的。咱求嘛得袂到，为什么？因为这是叫做妄求。所以安那，毋是讲一切拢会足顺利，只要祈祷就会当，毋是安尼，无有即个代志。咱祈祷了后，咱阁爱安那，爱甲上帝同工。若是咱所求的是上帝的心意，若是咱所求的是上帝爱咱所做的，是上帝。为咱所备办的计划，上帝会照伊的心意来成就。所以，咱今仔日伫过去已经经历真侪上帝的恩典，上帝帮助了真侪，咱更较爱谨守上帝的话语，毋通掠做讲世界拢是威胁着家己咧说，以致到讲伫未来可能咱会受着。咱的私欲，受到对世界来试探、引诱来迷惑，咱就离开上帝。咱爱将所罗当作咱活命当中这个感觉，咱爱来思考，咱要怎样来跟对上帝。另外一方面，咱搁来看对大卫伊的活命当中，对大卫的角度，咱会当来看上帝怎样来拣选伊。第撒母耳记上。16章，今仔日咱所读的经文，搁头前一节、13节，甲咱讲到，撒母耳就用伊角内面的这膏油，伫大卫伊的诸众兄弟当中来膏抹伊。对即天开始，耶和华的灵就安那，就大大来感动大卫，大大感动大卫。也即句话就甲安那，即句话就甲他拄啊。14节所讲的扫罗做一个比较，伫扫罗，上帝是讲安那？上帝是讲耶和华的灵离开扫罗。后来呢，到伫进前大卫的时阵是讲安那？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大卫。这着做一个比较，讲这个时阵上帝要离开扫罗，上帝爱来拣选大卫，所以上帝。要竞选大卫，伊就爱互伊有一个证据，会当证明讲伊是受上帝竞选的人。所以撒母耳伫当中膏抹伊，上帝的灵就感动伊。但是当撒母耳膏抹大卫了后呢，并毋是就讲好，这个时阵就直接换大卫做王啊，毋是安尼哦。这个时阵扫罗还阁是以色列王，虽然撒母耳伫遮。膏抹大卫，但是安那？但是这是私底下进行的代志。撒母耳佮特别无爱互扫罗知影，这是私底下进行的代志。所以上帝伫当中就先竞选了大卫，但是伊还未做王。咱爱先知影这件代志，伊还未做王，这是代表上帝即马是竞选这个少年人，毋是进前迄个扫罗王啊。所以。大卫虽然伊受到撒母耳的膏抹，但是伊的人生呢，并无因为安尼就马上有改变，就马上
一步登天，会想讲哦，我即个时阵我就要开始做王啊，毋是安尼。伊阁继续伊的生活，伫当中毋知过偌久的时间，一直到扫罗来找伊，扫罗派人来找伊，扫罗派人来找伊，就他拄仔咱的经文当中看的，就是因为扫罗伊面对魔鬼的搅扰，所以呢，就安那，就伊就需要有一个会晓弹琴的人，足够弹琴的人来帮衬伊，所以就有人就推荐讲，哦，大卫这个人是真好的，会当来帮衬伊，所以伊就来找大卫来服侍伊。所以经文伫当中就开始描述讲，大卫就到了扫罗遐，就徛立伫扫罗面前，扫罗真喜爱伊，伊就做了扫罗摕兵器的人。伫这当中就讲到，大卫开始到王宫当中来服侍扫罗，徛立伫伊的面前，但是安那？扫罗互伊做摕兵器的人，虽然名叫做摕兵器的人，但是这无代表讲伊就是真正会当上战场，毋是安尼。即个意思是，伊做王的一个安那贴身随从，就是伫国王身边定定咧甲伊做伙，帮伊摕物件的人安尼尔。但是这无代表讲伊会当上战场的。后来咱会当看到伫后壁迄段经文，当甲非利士人征战，即个歌利亚要来攻打以色列人的时阵，其实迄个时阵大卫是袂当上战场的，伊是去遐送便当尔，伊还阁无上战场。所以伫当中，咱会当看到扫罗竞选伊是要踮伫竞选大卫是踮伫伊的身边来服侍伊。咱爱对大卫的角度来思考。若是咱是大卫，咱会当来思考这件代志。我已经是一个受撒母耳、受先知膏抹的人呢。我未来是要做王的呢。啊，为什么我即马搁爱来服侍这个王？服侍这个上帝已经无爱使用伊的这个王。若是大卫伊的心内面有这个拍算，有这个想法，伊可能就会安那？伊可能就会想讲哦。我无爱服侍扫罗啦，未来国家是我的呢，我为什么爱服侍伊？但是大卫无安尼想，咱而且爱注意的，就是大卫伊的态度。伊虽然即马已经是受到撒母耳膏抹的身份，但是伊无因为安尼就骄傲讲，我无将扫罗放伫我的放伫眼中，我敢若想讲安那。我想要做王，安尼尔，无，伊无安尼想，伊愿意谦卑来服侍扫罗，伊愿意谦卑来服侍扫罗。虽然这可能毋是上帝拣选伊爱做的代志，但是伊伫迄个时阵，伊感觉讲扫罗有需要伊来帮衬伊，扫罗有需要大卫来帮衬伊，所以伊就愿意伫即个时阵。来帮衬这个耶和华的受膏者。上帝所拣选的，就是这款的人，无骄傲自大，无掠家己最中心，是安那？是愿意谦卑承担任何上帝予伊的这个使命。虽然大卫已经是一个受膏者，但是伊又愿意做仆人的侍奉。就亲像主耶稣同款，主耶稣嘛是同款，假是伊的门徒讲，爱做恁若爱做头，若爱做一个领袖，就爱先安那，爱先做仆人，爱先学习怎样来服侍人。大卫伫即个时阵所做的，就是即个意思。那么爱伫咱的活命当中，伫咱的生活当中。咱来思考，咱要怎样会当做一个仆人的侍奉呢？最近我有一个体会，最近呢，毋是台湾，特别是台南部的，拢咧欠水嘛，欠水欠了真济。当然毋是干那欠水啦，嘛欠粮啦，欠啥物啦，啥物拢欠。但是特别水这件代志是生活当中真必须要的一个物件，所以。
最近呢，阮着做伙阮翁仔某两个人，阮着做伙咧，拢咧想讲要怎样会当用水会较省水啦？要怎样会当用水会较省水？着平常时着开始会当欠一寡水来用，咧洗身躯的时阵，着会当先滴一寡水，等等的，就是先留落一寡水来用，会当伫平常时若是有啥物时阵爱用着水的时阵，会当用这来用。但是这咱爱想即件代志。我最近的即个体会就是就是讲，当欠水的时阵，咱会当做伙来做伙来省水，做伙来节约用水。这就是一种仆人的侍奉。为什么呢？因为咱毋是做一个主人，一直想讲爱别人来生水，互我用。一直想讲若是无水吼，迄是国家的毋对，迄是政府的毋对。政府一定爱生水出来，甲互我用。我就是爱有水通用就对啊。咱爱伫咱的活命当中，先来想看觅，毋是等人来服侍你，是你爱先来服侍人。你爱先来想讲，我会当做啥物代志，会当帮助我的国家，帮助我的政府，互咱所有的人民会当有更较有水会当用，会当互水会当会当欠无遐尼济。所以这是咱会当来思考的。做仆人的侍奉，上重要的就是，毋是干那想着要互别人来供应我，毋是干那想着要互别人来服侍我，毋是干那想着我想要啥物，别人就爱为我备办啥物，爱传好好，毋是安尼。咱爱互相斗相共，互相去顾着彼此的需要。这就是伫咱活命当中，伫咱的生活当中，咱所会当做的做仆人的服侍。后来，咱继续来看，当咱了解上帝的拣选，咱阁爱来看上帝拣选人，互人的责任是啥物？上帝拣选扫罗了后，伊离开扫罗，后来就有魔鬼对上帝遐来扰乱伊。伫扰乱伊的时阵，即个时阵呢，扫罗伫伊身边的仆人就来对伊讲：即马有魔鬼对上帝遐来扰乱你，阮的主会当吩咐所有的遮的仆人，若是会当找一个真高弹琴的来，等对上帝遐来的魔鬼临到你的时阵，互伊会当用手弹琴，伊立就会当好啊。对安尼，咱会当知影一件代志。即个时阵，因咧讨论即件代志的时阵，无特别讲你爱去找一个人叫做大笔，找伊来帮助你，毋是安尼哦。伊是讲你会当去找一个会晓弹琴、足够弹琴的人。所以这代表代表当时迄个时阵，毋是干那扫罗尔，可能有真侪人拢有即个经验，就是受到魔鬼来扰乱的经验。但是迄个时阵，因就已经对因的经验当中，伊就知影有一个解法，就是用弹琴的方式，会当互魔鬼离开即个人。用弹琴的方式，会当互魔鬼离开即个，这是当时遐个人的经验。所以，毋是干那大笔会晓做即个代志，是当时的人就知影讲，魔鬼可能会惊即个敬拜的声音嘛，可能会惊即个音乐，所以当因弹琴的时阵，学乐上帝的时阵，魔鬼就会离开啊。所以因就想要去找即种人。讲即件代志是爱互大家知影，代笔毋是唯一一个，毋是唯一一个会晓做即件代志的人。当时已经有足侪人可能拢有即款的经验。后来，大笔互扫罗找来的时阵，互扫罗找来服侍伊的时阵，伊就真正伫扫罗身边服侍伊。后来伫23节经文当中，就甲咱讲，对上帝遐里来魔鬼临到扫罗身上的时阵，大笔就用手弹，用着摕琴用手来弹，
扫罗就安那，就感觉感觉真舒适，感觉心情真轻松，魔鬼就离开伊啊。有一寡人解说讲，这可解说讲吼，即个魔鬼来吼，可能是扫罗得到啥物忧郁症，还是啥物物件？有一寡人咧解说是安尼，不管是啥物，但是安那，当大卫来帮助伊的时阵，扫罗就感觉受到医治，受到帮助。所以大卫伊离开伊的厝里的时阵，伊来到伫王宫，伊的第一个工作就是即个音乐治疗师啦，就是应用伊的音乐会当来帮助遮的人。对遮的经文，咱会当来看到，为什么大卫伊的弹琴会当赶鬼呢？对头前的经文来讲，咱会当知影，当时普遍就认为讲弹琴会当赶鬼，所以这无一定是大卫的专利。但是咱若是对规个经文的段落来看的时阵，咱会当知影。大卫伫进王宫进前，是特别描述伊受到撒母耳的膏抹，并且上帝灵大大感动伊。所以伫遮要甲咱讲的即个代志，就是大卫有上帝赐福伊有即方面的恩赐。大卫有上帝赐福伊有即方面会当用弹琴来赶鬼的即个恩赐。大卫可能毋是唯一一个会晓弹琴赶鬼的人，但是伊愿意运用上帝所赐福伊即个恩赐来帮助上帝所设立的君王。这就是大卫伫即个时刻所领受的即个呼召。大卫伫即个时阵领受的呼召，伊愿意伫即个时阵用伊的恩赐来帮助上帝所设立的君王。就算讲即个君王是上帝已经离开伊的即个君王，但是大卫愿意伫即个时阵来帮助伊，用伊的恩赐来帮助伊。各位兄弟姊妹，咱对上帝遐有领受啥物款的恩赐？咱嘛爱来思考，上帝期待咱将遮的恩赐运用伫啥物所在？上帝拣选咱，互咱有能力，互咱有权柄，互咱有恩赐，是爱咱会当将即个恩赐会当用出来，会当去帮助遐有需要的人。当咱的活命当中有即款的恩赐，咱会当用即个恩赐来帮助人。咱愿意回应上帝的呼召，去成就上帝的心意嘛？这是上帝拣选咱、爱咱所做的代志。最后，咱搁来看大卫这个人，伊有啥物款特别的这特质？伫圣经当中是怎样描述大卫这个人呢？这是对扫罗身边的一个少年人，伊的描述。伊讲：我捌看伯利恒人亚西一个囝，伊足够弹琴，伊是大有勇敢的战士，讲话合宜伊的容貌是真水的，真缘投真水的，耶和华嘛甲伊同在。伫这段经文当中，是出自一个人对大卫的描述。虽然这毋是上帝直接讲大卫是这款人，但是是对另外一个人来描述大卫。咱就爱来看，这是为什么这个人会用这款的方式来描述大卫呢？首先，咱就来看，伊是一个足够弹琴的人。咱会当来思考，为什么伊足够？大家人知影伊足够弹琴，伊一定是安那，一定是定定咧弹琴，并且是互足侪人看到、足侪人听到、足侪人感受到，伊是一个足够弹琴的人。所以，伊一定是安那定定咧弹琴的人，并且咱知影，大卫伊是一个信上帝的人，伊是一个定定会用诗歌学乐上帝的人。咱就知影讲，伊是定定敬拜祈祷的人。大卫伊是一个敬拜的人，足够弹琴，要表现出来是这个意思。后来讲，伊是大有勇敢的战士。
其他的经文讲即句话，嘛是亲像伫士师记当中，伫撒母耳记当中有讲到即句话，是讲伊是一个大能的勇士，大有勇敢的战士，伊有会当勇敢面对真济挑战。伊的勇敢会当对倒位看出来呢？在后来经文第17章，伊甲歌利亚咧征战的时阵，咱就会当看出来。虽然伊的对敌是比伊搁较悬一站的，但是安那伊无惊，因为伊知影伊是倚靠上帝。伊是一个勇敢面对挑战的人。伊讲话合宜，讲话合宜的意思就是伊甲人会平常时咧相处吼是足有智慧的，足敖讲要怎样甲人讲话，就是用即摆的话来讲，就是伊 IQ 很高 ，EQ 嘛很高啦。伊 IQ 足悬嘿 ，EQ 嘛足悬，就是伊足聪明，但是伊嘛足会晓甲人应对，足会晓知影要怎样甲人讲话，讲话合宜。后来伊的容貌俊美伫当中所讲的，虽然伫经文当中有甲人讲，上帝拣选人毋是亲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表，但是上帝是看内心，无毋对。但是遮特别，互人看到伊，感觉讲，哦，伊是一个真缘投真水的人，代表安那伊面上有上帝的荣光。后来呢，最后一句足重要，最后一句讲耶和华甲伊同在，代表伊甲上帝的关系是足亲近的。咱爱知影，这是出自一个人对大卫伊的看法。出伫一个人对大卫的看法，一个人看伊讲，哦，伊是一个有上帝同在的人，代表安那？代表这是一个真悬的这个娱乐就对啊。特别当时遐个人拢是安那，以色列人是信上帝，以色列人是信上帝，所以若是有一个人讲，哦，这个人吼是有上帝同在的人，这是真悬的一个娱乐。来娱乐伊讲，即个人真正是一个安那，会当讲伊是一个完美的人，伊是一个真好的人，伊是一个英雄的对啊。所以兄弟姊妹，咱对大卫伊的身上，咱会当看到别人怎样看伊，这是别人看大卫，伊是虾米款，伊是虾米款人，咱就爱来思考。咱爱对大卫的身上来看出来，大卫伊是活出伊活命当中、生活当中的一个见证，互咱会当，互人会当看出伊讲，伊是一个有上帝同在的人。这代表伊平常时的生活所表现出来，就是这款的人。伊毋是讲扫罗特别去找这个人的时阵，伊就特别装作真好，感觉讲哦，我是一个真好的人，毋是安尼呢。伊是真正伫伊平常时表现出来，就是安尼。所以兄弟姊妹，咱爱来想看觅，咱平常时伫别人的眼中，咱是虾米款人？咱毋是一定讲哦，我一定爱达到亲像大卫这款的标准，咱无一定爱做到安尼啦。真困难嘛，无需要。咱毋免完全亲像另外一个人，但是咱爱对大卫的身躯顶爱学习的，就是伊是怎样伫伊家己的生活当中活出这个见证，会当见证讲上帝对伊的拣选，嘛彰显上帝的荣光。伊是一个有上帝同在的人。大卫伊的活命，互人看见上帝荣耀。这毋是讲是当撒母耳高抹大卫以后，就马上就变做安尼，无可能。一定是安那，伊原本就是这款人，伊一直以来，伊就一直拢保持着一个敬畏上帝的心，所以上帝就斟酌伊，拣选伊来成就上帝的工。这是上帝来拣选人，互咱会当看出来，人的责任是啥物？就是伫平常时，咱的生活当中，
就活出上帝所竞选的迄款人的样式。最后，我要甲各位来分享一个比喻来讲。我最近伫即个网络当中看到即个图，来分享。就是安那，即个图叫做你俩最困难的代志是啥物？就是来看，在平常时有去即个健身房的即种人吼，可能就会知影。健身房吼，要做一个健身要健身教练，若是要来教你讲要安那来健身吼，伊就会安尼讲啦，讲咱通常吼，咱若是无咧去即种健身房的，拢会看安那哦，即种看讲因要训练伊家己吼，咱拢想讲困难的点是安那，是讲哦爱定定去健身房伫遐咧运动啦。但是其实安那，其实毋是呢。其实困难的点毋是安尼呢，困难的点是安那，是平常时爱安那，爱维持伊所食的物件。伊所食的物件，拢爱迄个教练吼，拢爱开菜单讲安那，讲哦，你啥物物件会当食，啥物物件袂当食安尼，拢开好讲，你一定爱啥物物件爱食到即个量，啥物物件爱食到迄个量。但是安那，就是一定爱照迄工来食就对啊。这较是一个困难的所在。这代表安那？这代表讲，咱咧看即个去健身的遮个人吼，伊困难毋是困难咧讲，咱表面上看会到的代志，是伊平常时怎样维持伊的生活的方式，这较是困难的所在。所以咱爱来学习的代志，就是咱毋是爱学习代表伊伫台面上。咱所看会到伊做会到的代志，毋是讲哦，代表伊做会晓弹琴，我着爱来学弹琴；代表伊做会晓做啥物物件，我着爱来做啥物。毋是安尼，咱爱学习的是伊怎样为着即件代志付出来即个生活方式。代表伊平常时是怎样、啥物款的生活方式，是一个敬畏上帝的生活方式。咱爱学习的是一个敬畏上帝生活方式，伫咱平常时的生活，咱就是会来学习，成做即款的人。所以今仔日咱分享扫罗甲大卫伊的比较，毋是单纯讲哦，咱就是卖效法扫罗，卖效法扫罗，爱效法大卫安尼共款，毋是安尼，咱是爱来思考。今仔日的主题，甲咱讲上帝的竞选甲人的责任。当咱受到上帝的竞选，伫即卖即个位置顶面，咱有啥物款的责任？咱敢有尽到即个责任无？伫即卖时代当中，咱每一个人受上帝竞选的人，组织做伙，这就叫做教会。咱既然知影，咱受上帝竞选是有目的的，咱就爱去明白讲，上帝爱咱所做的是啥物，爱成做啥物款人。上帝爱咱所做的是成做啥物款的人呢？耶稣是怎样教导伊的门徒呢？约翰福音15章16节的经文，咱做伙来上读这段经文，做伙来读，请。毋是恁竞选了我，是我竞选了恁，并且分派恁去结果子，叫恁的果子长存，互恁奉我的名，无论向爸求啥物，伊就赐互恁。阿门。兄弟姊妹，对上帝的角度来看，咱成做基督徒，毋是因为咱选择跟对上帝。是因为上帝大声竞选了阮，竞选了咱每一个人，所以这是对上帝的角度来看，是毋是咱竞选上帝，是上帝竞选咱。所以咱愿意跟对上帝，服侍上帝，这是咱因为受上帝竞选，所以咱有这个责任，咱爱来跟对上帝，爱来服侍上帝。主耶稣是安尼来教导伊的门徒讲，既然跟对伊的人，就爱分派伊出去
就受伊分派出去结果子，会当这就是耶稣基督或者的门徒的责任。恁爱出去，爱结果子；恁爱出去，爱结果子。虽然伫这执行任务这过程当中，可能会拄到真侪困难，但是咱若是为着这个目的，为着结果子这个目的，咱无论奉上帝的名，奉耶稣基督的名来向上帝来求什么，上帝就会赐予咱。因为这是照着上帝的计划，照着上帝的心意来求的，上帝就会赐予咱。所以大笔所结出的果子，会当互人看出讲，伊是一个有上帝同在的人。安尼，咱来思考，咱家己是虾米款人？咱是一个有上帝同在的人吗？互咱会当做伙回应上帝的呼召，接受装备，当心。建造教会，当心传扬福音，互咱的生活、咱的人生会当活出上帝所拣选咱、赋予咱的这个价值，会当成做正人的祝福甲帮助。亲像大笔这款的生活方式，互咱的生活就会当去成做咱身边的人的祝福，真成做这有需要的人，成做因的帮助。互咱学习，成做一个敬拜上帝、军队上帝的人，当心超找上帝的心意，服侍主、学乐主、荣光上帝的名。咱当心来祈祷。慈悲疼痛的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伫阮的活命当中引带阮，互阮知影对。上帝，你所拣选的受膏者，伫大笔的身上，阮看见上帝你是怎样拣选这个人，使用这个人。我嘛看到大笔是怎样回应上帝你的呼召，甲你做伙来同工，做伙来成做身边的人的祝福甲帮助。主啊，阮愿意，嘛亲像大笔共款，受到你来录用。所以，阮需要回应你的呼召，阮需要来到你的面前，来超找你，求上帝你的亲自将你的圣灵赏赐予阮，引带阮。当阮决定心志要来跟对你的时阵，上帝求你，你的灵就来引带阮头前的道路，都互阮知影，互阮看出阮有啥物。会当互上帝你来录用的，阮有啥物会当成做阮身边的人的帮助呢？阮有啥物会当心使用来建造教会的温素？阮就互你来录用，求你就伫当中来兴起更较侪同工，更较侪兄弟姊妹当心乐意服侍你、学乐你、敬拜你，互安乐性教会成做上帝你所使用。会当祝福正教会、正城市的这个器具，愿上帝你亲自来录用。感谢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感谢上帝恩典甲疼痛，甲咱三甲同在。下面咱首先要来欢迎伫咱今仔日吼有新来的朋友，咱欢迎林俊一弟兄，好，请徛起来。好，咱拍鼓啊！欢迎林弟兄，今仔日甲咱做伙来敬拜上帝，真欢迎。好，好，阁有其他新来兄弟吗？无。好，嘛甲咱身边的人讲，真欢喜，今仔日做伙敬拜上帝。今仔日甲你做伙敬拜上帝，感谢主。等咱散会了，主日崇拜结束了，咱嘛会当有一寡时间，拢会当甲。咱所伫主内面听堂的兄弟姊妹，咱做伙彼此来分享交通。下面咱要做伙伫主的面前有微心来奉献，奉献是咱对上帝的回应。当上帝赐予咱真侪恩典甲听堂，咱会当用什么款方式来回应上帝听？咱会当用什么款方式
当心来起造教会，来互教会成做上帝所使用的器具呢？一方面，咱就会当用奉献、当心来服侍，当心来使用建造上帝的殿，来荣光上帝的名。请咱同齐起立，咱做伙伫主的面前有微心，用诗歌来敬拜，来奉献。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永不回头，永不回头。虽无人同行，我也要跟随；虽无人同行，我也要跟随；虽无人同行，我也要跟随，永不回头，永不回头。世界在背后，世家在前头；世界在背后，世家在前头；世界在背后，世家在前头，永不回头，永不回头。失去我所有，仍要主耶稣；失去我所有，仍要主耶稣；失去我所有，仍要主耶稣。我跟随主，我跟随主。咱同心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愿天父上帝照着伊的拣选甲呼召，将丰富的恩典甲能力赏赐予你，予你的活命刚强，会当成做正人的祝福甲帮助。愿主耶稣基督亲自陪伴你行人生的道路，予你跟对主的脚步来行，属灵的活命嘛一天比一天更较成长。愿世人智慧甲启示的圣灵来充满你的全心全灵，予你的活命会当多结果子，活出一个讨上帝欢喜、为主做见证的生活方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灵的感动甲引传，定定甲你同在，特别嘛甲你厝邻的人三个同在，对答直到永永远远。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阿门，阿门，阿门。各位兄弟，请坐。咱今仔日第一堂主日崇拜就到这结束，愿上帝祝福大家平安。